Kelly Stefan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圣诞节快要到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10句和圣诞节有关的毛利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单词就是圣诞节，是由英语 Christmas 音译过来的，所以在毛利语中，圣诞节读作 Kirihimeite。学会了圣诞节这个词以后，我们在圣诞节里面常说的圣诞节快乐。首先，第一种说法叫 Merry Kirihimeite，Merry Kirihimeite， 圣诞节快乐。庆祝这个词用毛利语叫 Manavatia。如果想表达庆祝圣诞节或者是圣诞节快乐，可以说 Manavatia te Kirihimeite。新西兰的圣诞节怎么会少得了美食和宴会呢？所以下面一个词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宴会，用毛利语叫 Haakari， 是宴会、节日盛宴的意思。由于新西兰处于南半球，所以圣诞节刚好是当地的夏天，人们会选择在户外庆祝圣诞节，所以在庆祝的时候，人们会经常搭一个小棚子、一个小帐篷在外面来遮挡阳光。帐篷的毛利语叫 Teeneti。 好，下面一个句子，由于圣诞节是家庭团聚而且充满关怀的日子，所以下面两个词组，第一个是家人，我们之前也讲过，叫 whānau， 家人家庭，是一个充满关怀的日子。那这句话就是 Hēra Manaki。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表达圣诞节是一个充满关怀的日子，我们可以说 Kote Kirihimeite Hēra Manaki。 如果加上家庭的话，我们可以说 Mote whānau。 完整的连起来讲就是 Kote Kirihimeite Hēra Manaki Mote whānau。 圣诞节是一个充满关怀的家庭团聚的日子。在圣诞节期间，大家可以在附近的房子上看见很多美丽的圣诞小彩灯。圣诞彩灯的毛利语读作 Ngārama Kirihimeite。 圣诞彩灯。圣诞节还会准备一些圣诞贺卡，圣诞贺卡的毛利语叫 Kaari Kirihimeite。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几句关于圣诞节的毛利语，大家最喜欢哪一句呢？或者你在圣诞期间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Merry Kirihimeite Kia Koutou Katoa。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o。 Haere maya hana koko, haere maya hana koko, haere maya hana koko, ngaro nga tere. Kia hari kia koa, kia hari kia koa, kia hari kia koa.